大家好，又係理財密碼1011 Michael 喎。大家都係講緊加密貨幣，究竟佢嘅由來同埋佢嘅風險喺邊度呢？點解佢會咁容易成為詐騙嘅工具呢？今日佢嘅價值係大幅下降喎，究竟佢個未來係咪已經係一潭死水呢？今日我就會同大家去探討加密貨幣，記得同我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，我哋馬上去片。加密貨幣咧起源咧就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，一名化為中本聰嘅人發表咗比特幣嘅白皮書，提出一種去中心化嘅電子現金貨幣。2009年1月，比特幣網絡正式上線，成為第一種加密貨幣。佢嘅核心技術就係區塊鏈，一種分散式嘅帳本，能夠喺無需喺中央機構例如銀行嘅情況底下記錄交易，並確保安全同埋不可篡改。加密貨幣嘅設計初衷就係解決傳統貨幣系統嘅信任問題，讓個人直接點對點交易，避開中介嘅機構。之後就出現咗以太坊、萊特幣等數千種加密貨幣，應用於擴展到智慧合約等領域。加密貨幣嘅設計初衷係解決傳統貨幣系統嘅信任問題，讓個人直接點對點交易，避開中介嘅機構。之後就出現咗以太坊、萊特幣等數千種加密貨幣，應用擴展到智慧合約等領域。冇留意到呢？加密貨幣嘅其中一個非常之大嘅特點就係去中心化喎。咁首先講咗咩叫中心化先？中心化 centralized 就係指系統、組織或者網絡嘅權力控制同埋決策係集中於單一或者少數中央機構，例如公司、政府或者伺服器。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 就係將權力分散到各個節點或者參與者，冇單一控制嘅中心，常見於區塊鏈技術，例如比特幣啊。呢兩種模式廣泛應用於金融、組織管理、網絡系統同埋加密貨幣交易所等嘅領域啊。以下就係佢哋嘅優點同埋缺點。中心化嘅缺點咧，就係去中心化嘅優點可以彌補到啦。中心化嘅缺點咧係咩咧？就係中央如果出現咗問題，例如係黑客攻擊或者倒閉啦，整個系統就可能會崩潰啦。第二咧就係需要實名嘅驗證，資料集中，容易被濫用或者洩露。第三就係可能會出現利益衝突，或者被政府去審查或者封鎖啦。第四就係創新受限於中央嘅決策。去中心化有咩優點呢？第一就係高安全性同埋抗審查，因為冇單點故障、分散式結構，所以難以被攻擊或者係關閉。第二就係透明度同埋公平性方面咧，所有交易公開都可以驗證嘅，減少中介信任嘅問題。第三就係用戶自主權強，資產係由自己掌控，有私鎖管理，隱私更加好，無需要第三方許可。第四就係創新同埋包容性啦，任何人都可以參與，支持更多冷門嘅資產啦。有缺點啦，就係效率低啦，速度慢，需要多節點嘅共識，交易係延遲，而且手續費可能會更高啊。第二，使用門檻會高，操作係複雜嘅，新手好容易會出錯啊。第三就係流動性不足啊，規模小，容易造成價格嘅滑落啊。第四就係協調嘅困難，冇中央管理，爭議解決慢，容易有智能合約漏洞嘅風險啊。做咗少少嘅 wrap up 啦，中心化係適合追求效率、穩定同埋便利嘅場景，例如係傳統金融或者初學者嘅投資，但犧牲咗就係部分嘅自主同埋私隱啦。去中心化咧就符合咗區塊鏈嘅精神，強調平等同埋抗風險，但需要承擔更高技術門檻同埋波動啊。而實際應用之中咧，好多系統係採用咗混合模式，結合咗兩者嘅優勢。
選擇嘅時候應該依從個人嘅需求，例如係風險承受啦、隱私嘅重視度評估，冇絕對嘅優劣啦。咁我想問大家一條問題啊，究竟咧你係喜好中心化，就話係去中心化咧？各有優點同埋缺點嘅，就要視乎個人風險嘅承受能力啊。咁點解咧？有人講話加密貨幣係合法，有啲就話唔合法嘅喎。其實咧，加密貨幣嘅合法性係取決於各個政府嘅監管政策，並非加密貨幣本身係合法或者係非法，而係持有交易、挖礦或者用作支付嘅行為是否受到允許啊？大家知唔知道主要差異喺邊度啦？原來有啲國家咧係合法同埋係受到監管嘅，例如美國啊，將比特幣係視為商品或者資產，受 SEC 證券交易委員會同埋 CFTC 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嘅監管啦。日本亦都承認加密貨幣為合法支付嘅工具，歐盟咧都有法規統一管理穩定幣同埋交易平台。巴西、加拿大等國咧亦都允許交易並且係課稅嘅。當然都有禁止嘅國家啦，中國大陸全面禁止加密貨幣交易同埋挖礦啊，視為金融風險，而一啲嘅中東或者非洲國家因為洗錢嘅擔憂而禁止嘅。作為法定嘅貨幣，少數國家例如係薩爾瓦多中非共和國就會將比特幣定為法定嘅貨幣。大多數主流嘅加密貨幣，例如比特幣，喺多數國家都合法嘅，但某啲咧山寨幣或者詐騙幣，例如龐氏騙局項目，可能係因為違反證券法而被禁止嘅。合法性本質咧係國家對金融穩定、反洗錢同埋稅收嘅考量啊。咁有人咧就問，其實咧加密貨幣可唔可以代替美元或者係黃金啦？咁當然目前咧係冇辦法完全代替到美元或者黃金嘅。對美元方面咧，美元係全球儲備嘅貨幣，受到美國聯儲局嘅背書，而且有穩定性同埋有強制發償嘅地位啊。加密貨幣波動極大，而且咧未被廣泛接受為日常支付嘅工具，冇辦法取代法定嘅貨幣啊。對黃金方面咧，比特幣咧經常被稱為數字黃金喎，但因為供應有限，例如比特幣上限咧係2100萬枚啊，而且係抗通脹同埋有價值儲存嘅功能，好多投資者咧都視其為避險資產，尤其喺貨幣貶值嘅時候。但係黃金咧係有實體嘅用途同埋有千年嘅歷史啊。加密貨幣仍然係受監管同埋有技術風險嘅影響，所以未來可能會作為補充，但短期內唔會完全取代㗎。其實至今啦，好多人咧都話加密貨幣其實穩穩陣㗎，同埋近日大跌價，冇錯啦。喺截至到2025年12月16號，比特幣已經跌破咗8.6萬美元，跌幅超過4%啊！以太坊等多種嘅幣種係跌超過6%，全網爆倉，超過18萬人啦。咁究竟有啲咩原因令到佢會下跌呢？原因一咧就係咧，我之前 video 都有講過啦，就係宏觀經濟嘅因素，全球流動性收緊，日本國債收益率驗升，同埋日本央行暗示加息引發套利交易撤資，美股科技股調整，風險係偏好下降啊。第二就係機構行為啦，比特幣 ETF 資金流出，機構年底拋售或者係減倉，大型持有者例如好多嘅企業咧係減持壓力嘅。原因三咧就係外部事件啦，中國加強監管，全球存在不確定性啊，例如美國聯儲局減息嘅分歧，大家都好擔心通脹啊。大家咧都喺度問點解咁多詐騙都牽涉加密貨幣？其實我之前嘅 video 都有提到㗎。咁主要原因咧就係同加密貨幣嘅特性容易被利用有關啊。第一就係匿名性同埋不可逆轉，交易一旦完成冇辦法追回，錢包地址匿名，詐騙者容易隱藏身份啊。第二就係缺乏監管，早期咧好快咁樣生長，
好多假項目，例如假 ICO 空頭騙局，無需要實質嘅背書。原因三咧就係魔鬼的誘惑啦，就係承諾高獲利冇風險，吸引咗貪婪嘅投資者。常見嘅手法咧就包括咗係抽水啦、釣魚網台啦、假投資平台、浪漫詐騙同埋比特幣 ATM 洗錢等等。第四個原因咧就係新技術門檻啦，唔係好多人都識區塊鏈啊，容易上當。例如佢思索係被竊取，全球詐騙損失每年係達到數十億美元啦。雖然監管係加強咗，例如係反洗錢法啦，但跨境特性仍然讓詐騙咧好難追查。而建議係使用正規嘅交易所，千祈唔好立亂相信陌生人高報酬嘅承諾，並啟用雙重驗證啊！大家覺得今集內容點啦？記得同我留言分享，繼續同我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